se trouve à Cannes en France. 啊，越念越美丽哦，拿出精神，拿出精神。你看我有没有精神？来看一下，就是 Quel film est-il? Quel film est-il? Il est. OK， 全部念一次。Il est 电影娘。这边要补充一下，它的英文片名，这个华语电影它是有英文片名的，它的英文片名叫做 The Assassin。来，这个单字意思是什么？对，刺客，就是刺客啦。刺客，法文的刺客怎么写？一模一样。要加冠词吗？加的跟的一样的冠词是什么？了或啦嘛，对不对？的一样冠词就是了或啦。所以呢，我们可以帮他讲说，意思就是il est娘 l'assassin。就是刺客，法文跟英文字一模一样，再加上冠词就是 l'assassin。来，一类聂隐娘 l'assassin， 聂隐娘 l'assassin。OK， 好，我们继续下一个段落。好，接着就是文化知识。各位同学，你以后遇到外国人的时候，第一个会遇到的是。不是人家问你法国什么东西好吃，是人家问你台湾什么东西好吃，台湾什么电影好看，台湾明星你喜欢哪一个？我喜欢舒淇，他就跟你说我喜欢舒淇，我喜欢张震，我喜欢侯孝贤的那一部电影。那你那时候就要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接着我们第二个片，看一下，就是现在是轮到谁了？啊，看那个人。Bien, je vous remercie. Merci à tous d'être là et de participer à cette conférence de presse de The Assassin. The Assassin， 他是直接把英文翻成那个法文的，从头来。有谁？ Bien, je vous remercie. Merci à tous d'être là et de participer à cette conférence de presse de The Assassin. De Monsieur purement des détails techniques, si vous prenez des photos avec vos téléphones portables ou autres, et ne les prenez pas avec des flashs, s'il vous plaît. 如果你拍照的话，不要开闪光灯哦，因为这会杀面积。Si vous avez des questions à poser, une fois que la conférence de presse sera entamée,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de vous présenter et de poser vos questions, bien sûr. Et nous allons avec grand plaisir. Je vais vous présenter. 现在开始介绍了。Du film, je vais aller dans l'ordre. À côté de moi, il y a Satoshi Tsumabuki. J'excuse pour les prononciations. Évidemment, un des acteurs du film. Jean-Claude, que j'espère que vous connaissez déjà, et qui est déjà connu plusieurs fois à Cannes, et qu'on est ravis d'accueillir à nouveau. Chen Chang, qui est aussi un des acteurs très principaux du film. Yoon Chun, qui est actrice aussi. Zixing Xie, excuse-moi parce que vous êtes mieux prononcé que moi. Voilà. Merci. Et Wang Yishe, voilà, qui a aussi un rôle très important si vous avez vu le film, et bien entendu celui qui ne dit rien, qui regarde, Monsieur Xiaoxian, qu'on est très honoré d'accueillir. Je voudrais poser une première question à Monsieur Xiaoxian. Je crois que ce film est en grande partie inspiré d'une nouvell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u 8e, 9e siècle, à l'époque de la dynastie Tang. Et je voudrais savoir quelle connaissance il a de cette littérature et de cette époque, aussi bien d'un point de vue artistique, culturel, de littérature, mais aussi politique, puisque c'est le moment où vous savez que de la dynastie Tang, que raconte la partie du film, est menacée par les provinces et les gouverneurs de province. 其实有一本唐人小说，笔记小说来，笔记小说。这个其实在我大学的时候就看了，因为其中呢就有很多女性的角色是客人，
特别喜欢这个。其实历代的笔记小说其实最丰富，是唐朝的笔记小说算是最丰富的，里面各种奇奇怪怪的这种角色，通通都有，故事都有。大学时候看，因为我喜欢看小说，看比较多，一直想拍。但是机会一直没有，因为知道古装是我们会谈到的一些事，你要了解中唐之前、中唐之后的藩镇割据，整个其实是非常耗时间的。那时候我本来想说这个可能要等到年龄更大的时候，但是我发现我提升可以年龄更大，对，后来还是把它拍了。而且，各位同学，他1983年就已经开了悲情城市，然后入选到世界上非常多的各个地方得过奖哦。所以1983年各位在哪里？我看了吗？对，我也还没生出来，所以啊，那个时候我上前就已经得过奖，所以他一直想要把这部电影往后年纪大一点拍。为什么？这部电影有个特色，它是里面的角色是讲文言文的。然后他现在就把它翻译好了。那接着，各位同学，我把名字写出来是为什么？来，以上呢，你们认识哪些人？来，你看到国外媒体，你不要看到国外媒体就啊，哎，谁是谁啊？谁是谁啊？第一个，你可以从里面认出谁来？哦，真的吗？不是先认出日本人吗？日本人哦，看好，你先认出侯孝贤，侯孝贤，他还有谁？舒淇，还有呢？然后张震，还有呢？最后一个是谁？周韵 ，OK， 周韵他们也不会写那个声调。那第二个是谁？里面唯一一个日本人，是不是？基富木聪是念成基富木聪吗？不是，它是日文的念法，它怎么念呢？来，日文系的同学要帮忙吗？没有关系啊。那我的是念字啊，Tsumabuki Satoshi。对，所以你会在日本人在很多国际影展的场合上，你看到很多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不知道他汉字是什么，怎么办？只好上网查。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姓，你会发现姓的后面都有个逗点。全世界只有我们讲华语的，还有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以及匈牙利人是把姓放前面，所以其他的名字都是把姓放后面。那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姓，哪个是名？他们就规定用逗点，逗点前面的那个就一定是姓。所以你会看到，那我刚刚讲的讲一个例子好了，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是谁？尼古拉萨科西。他是谁？他是谁？老师，他是谁？好了，法国的前总统。萨科齐。对。现在是。同学，你们学法文学多久了？萨科齐会哭没关系，反正他不是现在。台北班他们猜到尼可拉斯啊，差不多了。啊，他在前半段。对，尼可拉斯，他现在萨科齐。可是为什么要写他呢？因为他是匈牙利裔的法国人。哦，如果他回去匈牙利的话，他的名字就是倒过来的哦。那怎么办？谁知道他叫萨科齐还是他姓萨科齐？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把姓写在前面。这是文化课哦。这样子，萨科齐，然后后面写他名字。有时候名字不重要，我看到姓就大概知道他是谁了，因为姓很特殊，就是一个点点。
那有的时候呢，我不想要逗点怎么办？就把它全部打实。所以你可能看到一个完全跟你原来印象中的不一样的写法。好，你要认识哦，这几种写法都是名字的写法。那我们现在回来这些演员，这些演员最特别的就是最近有没有看新闻？没有。我都有空看了。舒淇是哪一国人？台湾。好，所以我们今天先写台湾，台湾人怎么讲？台湾。台湾人。好了，台湾人，台湾内。OK。台湾内，台湾内是什么？台湾人，男的女的？男的。男的。台湾无性别。我说法国女阴性，以色列阳性，加拿大阳性，可是台湾人怎么会没有分性别？不然你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建国中学或者在徐汇中学？啊？就算考得好，也进不去建国中学啊！来，就像我永远都进不了北一女中一样。来不及了，年纪过大，对不起。好，没关系，好，谢谢大家支持。那我们继续，来台湾内之后呢，我们不发什么音？我们不发 s， 所以是台湾内。大一这边注意一下，是 r e a， 还有 r 跟 e 合在这边 a， 但是这边有两个点点，要分开念 i。台湾内，这边的话就要念 s 了 ，s 台湾内，但是要念 s， 台湾内是，大家都是台湾内，好吗？哦 ，vous êtes 台湾内，好，接下来还有什么国家？有中国，好，现在这个中国，中国呢？中国是西诺。